哇，個景觀咁靚，唔怪得客戶中盤率咁高啦。今日婷婷帶你睇嘅呢度咧，可以同時望到珊瑚海、濕地同埋高爾夫球景觀嘅。距離港珠澳大橋嘅金灣樂嘅點咧，先1個字嘅車程啫。聽講好多千萬級別嘅網紅都係住喺呢度噶，一齊跟住婷婷嘅鏡頭去睇下。呢個社區位於珠海金灣高爾夫球場，總投資12個億，係第8屆歐洲高爾夫獎金王得主。2003年咧係中國大陸設計嘅高標準球場，亦都係珠海至稀缺至好嘅球場。佢就喺港珠澳大橋西延線嘅落腳點，廣佛輕軌線金灣站出門就到啦。1個字時間去到廣珠輕軌三灶站，2個字經金海大橋直達橫琴，3個字咧就到珠海機場啦。珠海作為中國最宜居嘅城市之一，無論係空氣質量啦、環境啦，定係生活品質，都可以講得上喺大灣區冇對手嘅。咁我哋呢個項目咧，憑借住獨特嘅生態環境同埋地理優勢，吸引咗好多高淨值嘅人群定居喺呢度。2年1屆嘅中國航展咧，更加係吸引咗各地無數遊客慕名而嚟。隨住港車北上、澳車北上落地，越嚟越多港澳人士選擇過嚟珠海定居度假。而呢度北面獨享高爾夫球景觀，南面直望金湖濕地公園，高層甚至仲可以睇到海景啊！咁稀缺嘅景觀，邊個見到都心喐啦！呢個項目咧，總佔地面積236萬平方，係一個非常大型嘅高爾夫球場上蓋物業。可以見到我身後咧，而家都仲有人喺度打緊高爾夫球嘅。咁目前呢個項目咧分5期開發，包含有高層洋房同埋別墅。目前賣緊嘅咧就係第4期，而家4期全新加推嘅1022尺3房單位，4開間全部都朝南，主人房咧仲要係南北對流嘅設計，精裝交付拎包入住，仲有細面積啲嘅870尺2房，低總價可以望到高爾夫球景觀，中高樓層仲有2套貨源咋，感興趣嘅後台 PM 我。而呢度嘅4房單位選擇咧就比較多啦，1130尺到1568尺嘅4房都有，客廳望金湖公園，餐廳望高爾夫球場景觀。想要享受升級咧，肯定要睇別墅啦，總價700幾萬起，建築面積1830尺到3550尺，花園最細咧都有成100個方左右啊，最大嘅花園去到380個方，佔據住高爾夫球場嘅 C 位，可以望到晒一線嘅湖景同埋高爾夫球場嘅景觀。我哋珠海好出名嘅千萬級別網紅詩詩姐咧，都係住喺呢度嘅，成日宴請各種名流過嚟私廚食飯，望住個咁靚嘅景色，小區又有高爾夫球會所招待，絕對係物超所值啦！住喺特地型社區，果然就零舍唔同啊！買呢度唔單止係買一頭家，仲要係買享受，甚至乎咧會改變你嘅生活方式添。住喺呢度咧，唔單止可以實現屋企門口睇航展，仲可以享受5重景觀嘅視覺，而且每位業主都可以享受高爾夫揮桿、業主生日會、露營音樂會等等不斷更新嘅社群活動。對於業主而言咧，呢種定制活動既可以實現自己嘅興趣愛好，又可以結交朋友、擴充人脈。中意運動嘅咧，住喺呢度就啱晒啦！呢度唔單止可以打高爾夫啊，仲有網球場、羽毛球場同埋籃球場，甚至乎你想要專業嘅滑板公園，呢度都有。想要玩水上運動啊，隔籬嘅金湖公園就可以滿足到你。摩天輪、滑艇、露營咖啡廳、遊樂場咧，都係行步路就到啦。嗱，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就唔使擔心禮拜6日冇地方玩啦。喺呢度咧，你可以玩滑艇啦，或者係摩天輪啦、夾公仔啦、踩單車都 OK 噶。除此之外，仲可以去周邊嘅市民藝術中心睇演出，去華發商都行街，去紅星美凱龍揀家私，接待朋友咧，仲有幾間5星級酒店。辦理業務去行政服務中心咧，都係一腳入門嘅事啫，非常之方便。嗱，呢個靚景咧，真係要嚟到現場先可以感受到佢嘅震撼之處。感興趣嘅朋友咧，快啲點擊我嘅頭像領取資料，約我出嚟睇樓啦！